也是台语新闻杂志继续要来讲，有真侪职业妇女妈妈都像蜡烛上头烧，上班劳心劳力，下班还阁煮饭、洗衫、带囡仔，一年烫天无甲一天会当来休喘。若是为着要照顾囡仔，甲头路死掉，等甲囡仔离骹手，想要阁转去上班，恐惊这个薪水甲职位，拢甲进前袂比例咯。根据主计总处的调查。 妇女朋友因为有心生囡仔，离职的比例高达17.58%，大约是90万9千人。还有一寡妇女朋友虽然顺利回到劳动市场继续上班，但是因为大多数的企业对厝内底有婴幼儿的妇女并无优先，所以地主家的妈妈只好来放下掉原本的专长，选择薪水较低、较无技术的头路。 安尼现象对妇女敢有公平呢？要阁安怎来反转因的处境呢？继续是采访小组的对踪报道。政府能够让职场有一些配套措施，是让职业妇女在当了妈妈之后，仍然可以在职场发光发热，不会受到工时的限制。希望呢，我们政府呢可以有一个好的 法则，让企业能够去遵循，那让我们在职场上的父母亲能够同时兼顾工作还有家庭。呱呱呱呱呱呱！欢喜你唱歌，面拢是笑容。42岁叶雨婷是一个全职的妈妈，每一天上欢喜的代志就是甲宝贝查某囝做伙。害羞，我觉得害羞。 4岁义理是雨婷的顾查某囝。3年前，雨婷为了伊是金融业的头路，因为为有心生产，一直到申请育婴留停，雨婷拢感受到公司无友善的对待。就是我生完小孩请完产假，然后到那一年的年度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年终考核其实是被打得非常低。对，那时候我觉得很讶异，因为我的 KPI 其实是有达到。其实那时候提育婴留停的时候也很挣扎，跟老板提的时候，也许老板他当初是不希望你离开，所以他就是会跟你说，如果你现在离开的话，你之后回来，你可能不一定可以在原本做专案的职务上。 雨婷较早职务是专案的负责人，月薪差不多6万块，8年的职业生涯内面，会有真侪成就感。所以讲，伫休完产假以后，伊嘛捌重新回去上班，也过一天将近12点钟的工作时数，伊根本无法度照顾家庭，更会感觉身心拢真疲劳。那我可能7点半就要出门，但是我最快可能7点半才能下班。 对，那回到家的话，大概都8点多了。其实能陪伴孩子的时间其实很少。你要这样溜，来，你要用做的。那你要不要玩那个？要不要玩那个？要不要玩那个？陪伴囡仔成长是每一个老母的愿望，也过台湾劳动环境工时伤长，无伫咧春秋，致使真侪妇女不得不伫家庭甲工作之间做痛苦的选择。公立的延托其实最多都是到6点。 但很多妈妈其实6点才下班，那就变成是在接送的部分其实就没有办法配合。那如果说要延托的话，就是要私立的会比较多，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就变妈妈还要再额外再负担就是延托的费用。即卖义理慢慢大汉，雨婷开始考虑重新登上班，只是企业对着厝内有囡仔的妇女，依然有无同款的眼光，和雨婷煞唔敢去心内感叹讲，囡仔一个生落来了后，一切拢无同款啊。 我觉得那个问话也许它很无意，可是其实听起来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友善的问法。你这些东西都还记得吗？那你有没有什么把握可以让你就是回到职场，你就可以无缝接轨这样？对，然后或者是说你是不是可以配合加班？小宝贝，你想要弟弟还妹妹？啊？ 现阶段雨婷无打算要搁生，要过若看到义理遮孤单，心内难免的唔甘。就是毕竟一个人是比较孤单，对啊，感觉到他的孤单吗？孤单哦，其实就是他其实是有啦，因为他其实就是喜欢跟同侪啊，或者是说跟朋友一起玩这样子。雨婷反映的就是台湾妇女伫生养囡仔以后面临的困境。依照主计总处2016年10月份所做的调查。 结婚的妇女因为有心生育，离职的比例有17.58%，总数是90万9千人。
甚至有一寡妇女虽然转去劳动市场，却是爱放弃本来专长，选择薪水较低、技术的条件较低工作。我现在要去上班。别一个头毛尾的徐美玲是2个囡仔老母，今年38岁，捌做过补习班的老师有10外档。不过6年前伊离开，伊做真侪年的补教业。即卖伊平常时伫餐厅里上班，一个月赚的薪水不济，干那13000块。后来因为2个小孩都去上幼稚园了，那其实我的时间上面比较多一点，有一个早上，至少是有一个早上到半个下午的时间。那我就觉得说，那至少有一份 part time 的工作是可以兼顾到小孩，然后自己就是说，还有一个收入可以减轻先生的负担。我2个一起。先上厕所吗？尿了哈。好。每日工4点半，美玲赶去幼稚园接2个囡仔下课，母囝3人因都是有讲有笑，感情真好。这款的幸福时间，大概就是美玲的职业成就加个人的发展。讲到这，伊只能哭笑。现在做 part time 的工作，基本上它不需要有太多的专业性的东西，所以其实成就感来说没有以前那么的高，确实，但是这是我唯一可以兼顾到孩子各方面的需求，因为这样至少他们回到家是可以看到妈妈。工作甲亲情，巴托美玲天人交战，要么最后是大汉查某囝基本的依赖，会决定将头脑失掉，专心全意照顾囡仔。然后甚至有一次，我爸甚至开着车带着他，然后到我公司，对，到我公司去，然后就喂完奶，然后再又把他开车又把他带回家。对，后来就发现说好像行不太通，所以就后来就算了，就也没有再回去复职。我先去帮姐姐，我先处理好他们。一顿到厝，美玲每分每秒拢是你无用这2个囡仔。即马伊大个厝虽然伫台北市，不过4代同堂总共住10个人，有省厝税房贷，却是牺牲居住的空间甲品质。你睡哪边？那你说这2个？上面或者是下面？通常他就是这边躺一下，然后半夜就下去。对，其实都是你的，对，其实都是他的位置。有家庭了后，必须都爱顾囡仔。工作方面无法度用伤济时间，这是真济上班的爸母的心酸。要么对着厝内有囡仔家长来讲，无法度为囡仔临时请假，这嘛是真济妇女选择离职的原因之一。或者是说，像小孩子念书，他们一定会碰到肠病毒。那碰到肠病毒，我们必须要有人请假的时候，那在就是说政府的制度，还有公司那边的制度，是不是说可以允许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工作上的一个调整，工时上的调整，让我们能够放心的在家里好好的，就是说照顾小孩。在2003年英国或者其他北欧国家，他们就有立法规定是说，家里如果有6岁的儿童或者是18岁以下的那个残障的孩子，就可以拥有弹性工作。我觉得台湾的企业主应该有包容力或者是说对员工的友善程度可以提高。2017年，台湾总生育率只有1.13%，全世界第3低，新生儿的人数更加只剩193000人。2018年总生育率更加降到1.06%，新生儿只有181601个人，出生人数又搁创下8年来上少的。行政院提出每个月2500块育儿津贴的政策，为2019年8月份起，将为2岁以内扩大到4岁以内。不过这款的补助根本无效果。我觉得每个月2500，然后到4岁左右的话，我觉得其实不会是我们愿意生小孩的主因，因为小孩长大以后的教育费啊，还有其实整个环境
就是小孩未来的生活环境，那些都是我们更会考虑的问题。不会有人因为那2500，然后说好，那我就可以放心生小孩，放心养，因为毕竟这条路是比较久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金额的预算，是教育环境的问题。对啊，你要比较在意的是配套措施，就是如果我真的去上班了，我的小孩要给谁带，有什么样的环境可以让我放心。除了经济因素，大环境的稳定压力，恐惊让致使台湾的生育率继续降低。依照2016年的调查，申请育婴留停以后，依然有15.5%的人无转到本来的职务，甚至有6.9%的人离职。本身要伫育婴留停持守者感触就真深。有其他的妈妈，就是可能请完孕假，然后又接着请产假，然后就会很明显的遭到别人白眼。对啊，同事还是会觉得带给人家压力。对啊，所以除非一样是妈妈才有这样子的同理心，不然以一般的同事来讲，当然还是希望你不要请假。妇女重新回去上班，不是无可能。除了找资源的系统，更加都要自立自强，建立信心。专家建议讲，量早做准备，善用资源，会使得到更较大的动力。在现在，你大概都可以透过大学的线上课程，像经济部、像劳动力发展署，他们也都有相关的专业进修的网站，那里面有很多的专业课程是免费的。在参加实体活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更多现在最新的专业资讯。不论你过去的专业背景是什么，只要你愿意做专业更新啊，其实一定都可以找得到。也许一开始的时候，先从过渡性的工作开始来，过渡性的工作帮助他在工作里面获得成就感，过渡性的工作让他知道他可以 contribute， 他可以对公司贡献到哪里，这些就可以有效的缩短了他履历的中断期。台湾为2018年开始正式进入高龄社会，若是要到提高生育率，2025年人口数将变成负成长，2035年总人口数会较无2000万人，严重影响国力。政府提供幼稚津贴已经不足以变成生囡仔诱因，而且状况是配套无够，政策无够长远，和真侪上班的妈妈被迫牺牲热爱的工作，放弃经营真侪年的传统，更加致使真侪妇女无想要生，唔敢生。所以讲，要怎让妇女别个遭受到公司无公平对待，放心生囡仔、幼囡仔，不再悲叹家己的处境，并且协助想要搁转去上班的妇女顺利找到舞台、大展中才，拢是少子化危机下袂使轻视的重要课题。因应少子化危机，政府扩大津贴的补助，建立托育准公共化机制，都是希望提升妇女朋友生囡仔意愿。但是建构更加友善的育儿环境，嘛需要企业对就脚步。为这个职业妇女妈妈面临的难题，寻求解决的办法。后礼拜，咱会换一个角度报道，会当互妈妈带囡仔上班的幸福企业。员工一边工作，一边带囡仔，若无影响到工作的效率，颠倒互公司的业绩更较好。后来后一段节目要来讲，恰是为艺术。会当看到妈妈对囡仔深深的爱。